那鸡呢？追追鸡鸡鸡，鸡呢？追追鸡鸡鸡，鸡呢？追追鸡鸡鸡。来，预备开始，跳在上面哦。吃吃吃鸡鸡鸡。再来，来试试看，歌用两个。歌。对，好，萨库拉樱花。往下请哦，可以唱吗？好，来。萨库拉，萨库拉。它这边不是伊拉呀，伊拉。
樱花开，樱花开，你看哦，嗦嗦啦，嗦嗦啦。如果我们变成哦，樱花开，樱花开，不对了，开始嘛，樱花开，樱花开，开始嗦啦啦，嗦啦啦，所以我不能改成樱花开嘛，昂樱花，嗦嗦啦，樱花开，昂樱花，这样才会一样。好吗？应该那个，古筝的声音，央央央出来才开始唱哦。现在不是，现在是钢琴哦，不要唱，央出来再唱哦，跟我们一起，来试试看哦。好来，昂樱花，昂樱花，樱花。红花红花飘落水流去，啊！你水流去来做啥？飘落水流去，嘛是啊，还是古典音嘛？水流去，落花流水就是啥？落花流水，不是叫做落花流水，落花流水，古典音，看起来就水，哦，就是等于是呢，在念诗，哦，诗歌的时候的念法。那念诗歌的时候是会全部都念五音吗？还是他也会没有，通通五音，通通的五音。好，比如说你那个什么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看到没有？